อุปยอุปเสกการจิตว่าไปก้องเตบักสีก้องจะเลยยิ้มยกทุนรุ่นจะเลยสิเตลักโปโลบิดกีว่าก้องนั่นสักมันเนี่ยหุดอีที่ไปโจอีที่ไปอีเหยจะตัวกวนจะตัวกวนแล้วไปให้ก้องปัจจิตอีไปหลายชุดสีโจหุดสี所以ที่ซิวจะพอสักโตอีซิวจะเลยจับหางจะจับโปโลบิดแล้วอันนี้จีเลยไปว่าก้องเก่าก็จะเลยเตะก่อยติ้งเลยไปว่าสิก้องอากาศจะอีกุลัดซิมไอ้กุลัดซิมเลยสิติ้งเลยไปอีชุดสีจนนี่มีอ่องลูกว่ากุลัดจิตไหนจำเสียวไปแกจีว่าโจฮามิโฮแกจีว่าโจฮามิโฮอันอีจะเลยจะท่านาจิตเดียวแกจีเตะลักไอ้โปโลบิดตัดหลังน่ะสิไปเสียงกองจะไปหุ่นเด่นจะเลยโจทุนรุ่นจะเลยทุนรุ่นจริงจะยาวกินอันลูกขวาติ้งเลยไปว่าก้องอาบ่าวจะเลยกุดหลัดซิมจะเชิงจินเจ้งเชิงจินแล้วตีลักอีก้องรู้จะไปทุนรุ่นอันนี้หลังนั้นสิก้องอีจิกุดหลัดอีจะไปช้ำแกจีหังยาวทุนรุ่น所以那是讲一个人，伊那是个有吞论，个有骨力，就款的人伊是，他们靠本会拍过，有人骨力，特别未吞论的，骨力了，那是要做啥物物件啦？做到伊那起升地人来讲来借钱啦，听着看着，安尼就起升地，未借钱啦。อันนี้ทำให้สู่อีเบทุนรุ่นอีน่าสิเอทุนรุ่นอีก็ติดเจโลกีส่วนจะได้ทุนรุ่นนะสิจริงจะยาวกินบอกจะได้มีการแล้วจะไปไหลจ้าหุ่นแรงหลังน่ะสิอุกุลัดก็จะได้ทุนรุ่นในซิมอีจะได้สังกัดจะได้โหยหลังเชิงซาซุยก็เชิงกิมขี้โหกิมตังกันแล้วส่วนจะได้หนอหางจิตตุยไอ้ใส่ก้องกุลัดมันจะไอ้กุลัดทุนรุ่นมันจะไอ้ทุนรุ่นจุสิก้องวันจวนในหลังลุยก็เกาจะเชิงเป็นยาหลังตาหางเป็นยาหลังอันนี้กิมขี้กิมตังกันแล้วเตะสางแล้วไม่ใจจะเลยหลังน่ะสิอีอูจะเลยทุนรุ่นในซิมอาสิยิ้มจอกทุนรุ่นในซิมอีจะเลยอีทำนี่เสียงก้องอีซิมน่ะสิก้องเบก้องจำลวนจำคว้าซิมอีน่ะสิก้องไอ้ทุนรุ่นในหลังอีโบคว้าซิมรู้จักว่ารู้ยาละก็รู้คิดยาละโบยาวกินหัวมันก็รู้ทุนรุ่นโบสู้แล้วจริงจังเหลียงจริงจังเชิงกูเลยที่เบจ่าเบคุณที่แปดที่หาไม่ที่เสียวอันจะกองวานเนี่ยอันจะกองวานเนี่ยกูเลยสิ restless 家未家，徛未徛，坐未坐，行前无足，行边无足，这个是叫 restless， 心肝真正乱，心真正乱。อันอีน่ะ是有了吞论的心，都就话讲凉，真正好。但ไอ้คนนั้นเนี่ยรู้อีดูโบแม่นคิดเบจ่าเบเจเบคุณแบบนี้อันนี้สิกากีน่ะไอ้หุ่นเลยเนี่ยอันลูกขวา一做菩萨的讲讲，一吞论人安怎做人安怎讲人安怎也不读一点会起红分无。我想咱来猜看，有人讲我系我要出事做佛，我那是讲你那是要出事做佛，你来这边，我举一个刀，你是看看头先，会起红未？佢行你未識個，所以我講這一條地一個故事啦，安這樣啦，一個人聽見了真正熱心了，伊安怎做？一日6點的時去拍門的暗，砰，你回想起來，他們說，伊是頭家人好家人。他们说Mr. Tan 都来他们说叔我要出家他们说你们这那路怎么半暝那6點頭腦未起你就要出家是我站在路間你幫家路是喎
了，安尼讲起下面，你看伊起哄讲，你看死我就是安怎我搞外婆搞乱了，你猜到虾米啊？我人诶做，我人捌搞落去，唔知咩啊？安尼来了，那个，假如讲我要出街，你就去，你就安尼啊，你就讲我搞落搞外婆。然后你时常讲，蛮食啊，先生啊，你阴时要来出街啊未啊？我用炒辣淡薄灰安尼食啊！我讲安怎安尼早来，你出街你是站咧未困，无红无搞落是无？安尼呀，你就去面红了，所以啊未教。所以要出街做会场，你看伊人受苦，安怎听你看你几条故事，我伫跳人听话，真正大安尼看，未使起哄，到你若是起哄唔对了。所以这个啊，这音乐诶，这个性质，伊 character 伊这情况啊，接受，都是接受啦。你做虾米我接受啦，你拄我接受，拢总接受就对啦。无讲啊，拍到对，用手去拍到对本袂了。你有安尼诶心，你是有一个人，有咧把握，有咧讲啊，将本事来讲讲，我要来8日要成3秒3步地。所以我人一个北传，我人这南传诶，我人是讲啊，海关。好，我出快抽靠海，成了罗汉，我的音乐唔使吞恁的心，唔使拼甲上甲做菩萨咧拼着真正厉害。虾米事伊人拼着安尼厉害？你看伊人若是要做要系这个大员讲，把这要来出事做训啊！伊这个音乐就要训练甲3摆，伊弹着100分，无人一个人讲较会吞恁过伊。真正济人啊，会吞论，特别啊，人烦恼话讲不能 try 不能斗，所以你看伊这边啊，伊按照市场，伊会动，无拍到对来，伊渐渐接受呢。and then 你可以甜，伊本接受；你可以苦，本接受。特别甜咱会接受，这个我会做。你可我甜下terima，不要紧。啊！你好，我旁地terima，你好，我随便嘅terima，特别好路恶嘅物件，你个terima，哈，你就是讲教了 ，undesirable 一接受，个袂使讲啊，他去想讲哦，想为 tolerate 就接受就得啦，袂反对，无冲突噶路，啊，安尼样才会，要安怎嘢做安尼样？因为伊个看法无像，因为伊个看法怎么样？伊看物件无像个咱人。到伊若是屯论伊音乐上个安尼，伊个看法是啥物啊？伊看法是讲，我是要成3秒3步地，要来救人。如果贪婪若是未晓接受这个苦啊，我要安怎去救人？所以伊个想无像，咱个想啊，对有一个我袂当啦，我袂当啦。伊这个我无就这，若市场你可以本接受。你看伊这个安尼1礼拜，我哋讲今日是第17礼拜了，佢在这个16礼拜，我哋讲拢总个了，伊啲训练这菩萨，伊系这个原了啲训练，把这个成3秒3步地活，人伊安尼样是叫伊是菩萨来。特别菩萨啊，教我人南传的，伊也未完全，伊直直训练到未来，伊才会完全。死的阿千基甲以前，伊拄着这人定佛，伊下这个愿。达过一件来出是一件，直直训练这个菠萝蜜，一项一项。到3摆伊的功德啊，叫做无量的功德。所以做虾米物件，真来咯。伊所想伊成功，伊所想就是成功。上回就我就讲，你看伊，马虎萨达是，伊想要安怎做，伊想讲要安怎学暗空，伊想讲安尼行，就就拄够个咧楼梯骹，拢总伊就个了一种。所以这个啊，这个人这10个菠萝蜜啊，伊就要训练对3言，
头一年伊叫做较下贱的，你看伊下贱的点啥？伊去保持一项保路品啊，你较低保持喏，伊保持啥物啊？保持某囝家伙，伊王强，伊王的位，and then 伊的即个像王的 authority， 王的 authority， 王的力，甲了拢将伊放喺甲。所以即个个是算啊，菩萨的苦真个假啊，互某互囝，咱若要来某甲囝要来互人啊，真正艰苦。所以你看咱安尼假就袂对啊。个第二项伊人个，这保持伊起较悬，第二个伊是叫做中的，这个中的啊，伊就要保持啥物啊？保持个香菇，伊骹、伊手、伊目睭，伊恶互人，伊会做安尼。所以今日咱来想看，一个人讲我要来下愿，讲把就要成佛，你会做咩？人一个人来甲你讲，我抹你目睭，你敢互无？我在我想，我唔敢互咯。我来互了，我变怎做？我做乞食本无通乞啊！你想说袂啊？这是较第二，这叫做中道的，较关键的，伊人的命，伊人好，甘愿死伊好路，伊爱你欢喜，你欠了我的命，我好路。所以这个就是叫巴利话，就是讲啊，dana parami， dana upa parami， dana paramata parami， 这个就是讲下贱中甲关键的，这个就是讲伊伫做安尼。啊！你看咱这达玛巴达伊安怎讲啊？你看达玛巴达的册伊有讲啊，堪提巴拉米达波提提加，佢再讲啊，那是一个人一直训练一个吞论的假事啊，伊修行第一关键的修行。啊！这你看，真正看看有当时人伫做咱直直吞论。人讲啊，我做吞论伊做骨啊，人讲亲女头亲骨，所以这个人若是到有影，你要做菩萨啦。女头亲骨，不是讲不要紧，做在你骨啦，骨甲你未骨啦。啊，这个安尼款的心吧，你就会。所以这边不大讲 ，forbearance is patience， 第一关键的受苦行。过一过一直讲啊，大致这达玛巴达。达玛我讲的是达玛巴达184条的一个经，大致嗰一条经399条讲 ，One full of patience, this him I call a Brahma。一个人若是伊真有一个吞论的心啊，伊是真是圣人来，圣人。所以你人唔使讲啊，就做请假西，你来大啲厝啊，出在人下面出在人讲，你做啥茶头啊呢？你是 really 是修行的人，过一过啊，大啲三日等你解啊，佛讲啊 ，no greater thing exists than patience。伊讲通天下下啊 ，actually 啊，第一特别的物件是啥物啊？吞论心，虾米是吞论心？安尼特别，伊讲这个吞论，你若是有了这个吞论的心，伊会拍到虾米？伫窄路未成功的物件，你要做虾米物件？你若是讲啊，越苦不咯，你直吞论会动，会虾米会接受？结尾啊，这物件伫窄路无你成功的，拢总一项都拍到。伊到底福建讲，伊是 unfailing weapon， 迄个武剑啊，袂讲啊。袂讲啊，又无大浪路诶，即个武剑啊，正会拍到一嘴窄路，你要去迄个所在，虾米物件伫窄路，伊拍过个了。所以即个吞论真作是真正强的物件。第二句伊就讲 ，a source of constancy in the march to Nibbana。即个人若是伊正若是伫 practice 训练啊，伊做物件啊，伊无讲啊。3日风4日雨，3日风4日雨，有时做，有时无，有时受戒，有时唔爱受戒，有时受无，行着
在伊日一日，日一9点声伊要受戒，伊受戒；9点声伊要坐神，伊坐神；日一坐神。这个就是讲伊 constant 顺在，所以这个顺在是忍辱好路。第三项伊讲，这里路若是训练这个吞忍的心，你想要有了这个门窗，锁那个门，啥物门？那个门要落地狱的门，锁紧了未落地狱，人会吞忍着呢。嗰一位伊讲。想到一个锁匙，你有一个锁匙要去天顶的锁匙，所以你看吞练这个大啥叫这个叫做吞忍的心哦，忍辱是实在是真正好。And then 有一位不道讲啊，你人若是要训练坐禅、自闭禅，这里你若是未坐自闭禅，你就要翘起来关啥物？关两项。坐落去渐渐你要想，若是我今日念大啲说，真正危险的人。了，我第二项，有了吞忍心啊，忍辱体心，我是一个，啥讲啊？我是真正做利益的人，有 full of benefit 的人。伊就讲，啥物事咱就要来想这个两好款。我伫做这个，我的目的是要达到圣地。达到圣地呢，我就要知这个忍辱、这吞忍的心，伊安怎好。所以这个吞忍的心，伊讲啊，伊讲伊开咧路路。你看有路，你所行所对，你渐渐行的时，你是一步一步是往入团。然你若是讲渐渐一日间去圣地，你是离开这个涅槃啊真正远的人。佢在这训练这个忍辱吞忍是虾米物件来？这里声正你听好啊，是叫你讲。安怎训练代替类圣地？未迄觉过，到甲谈3个罗汉，伊才迄觉了，无了。你安怎人伊未去了？特别未时，他那咱是在家人，咱圣地正就有，伊是头尾的一点啊。所以正日的这个经，伊是教咱安怎训练 ，how to control。安怎控制这个圣地？这个啊，逐个我大啲咪都是，一日甲暗有当时我讲经，逐个人来，我来叩问我，做安怎？我是歹圣地，安怎改为圣地？真个济人啊，讲特别歹圣地，伊莫互人知，听太人听啦，做安怎？安怎改圣地？他那个人听好好看。去在圣地啊，做咱大伫这个世间真正苦。大伫厝你若是歹圣地，你是讲阿嬷话讲 like a ton， 像一个刺安尼，嗰个规张花张，你是像一个刺安尼，大伫家庭，大伫社会，若是你歹圣地，本是安尼，也是你做生意，也是讲你食头路。也是讲你这个圣地啊，和这个两种社会甲这个国家真正乱。啥物事这个国压落到那个国，这个国跑那个国，这个国安怎要爆炸，要去bomb那个，是两种对圣地。啥物事红某压落对圣地。无圣地牙路面，人再看见灭了，是有牙路面，没牙路，那是牙路是小的，没。所以这个圣地啊，害死人。你看街路紧紧擦擦，还没水人还没，唔知啦，人去圣地啦，对。万山之大江，还没说去圣地，拢种，所以咱要知啊，圣地是一项啊。阿莫话讲啊 ，public enemy number 1。达人的这个叫做
关少人，number one 嘅关少人。所以咱啊，会咁样来控制这个圣地 ，try to control。and then 这边福建嘅再来福建讲5条路，你人按照要慢慢地刮嚟圣地。头一项，那是圣地去嘅时，你关。像你无事家一个人，你看到迄个人，然后你看到人，本身你正好久捌教落了，你看到迄个人你升地去，然后你就会关注比，因为你汤小咸，滚水无也来头正，所以升地去面是汤小咸了，要不然就做，如果去下豆油都唔对啦。所以你就下滚水正来，你若下冷水就无虾米清气，下滚水落去正了。所以圣地若是去要头正是咩？自闭，所以自闭安怎做？你就关自闭，对人，你起行甲你无，你讲自闭，伊本是好，上甲也好，安怎上甲也好，早起来下滚水。做 breakfast 好啊，但係今日做咧，伊未記係一個了我起行，唔對，伊本事也好，伊本做甲半時，我係驚半暝起來好，伊就來泡牛奶互食，我困啥茶頭安尼，所以你想甲也好，你是發就比，你性格未起，你人再看，即係物件，所以唔得講 substitute the angry thoughts，你性格會思想浮起來。你想甲伊好，伊真正好，伊安尼，你看伊笑伊惊，安尼故时伊无惊是伊真正高啊，睇下伊高我会惊安尼样，到底伊本是我会惊，他说 substitute angry thoughts with metta 自卑，那是对人，那是对唔是人呢，像个摩托车，你就要关到咩？无永远。cái lúc đấy tình một tàu cá, đến lúc cái bè gì na, chạyอยู่จากquêแล้วอยู่lại hoa lại chi lại cha, lúcจะkhoa cho sợi cha, cái lúc quỷ chânอยู่lúc chẳng xí gì na xí ao xíu lúc khoa lại xí cha, sinh đề khi, đến bồ đà cả, anh cho quan công, bộ anh oan, tăng huy chính gia suy, vậy một tàu cá, cái anh đi tiêuอยู่là sám, thằng nàoว่าใจว่าชิดหอยคิดได้กุยตัวด้วยก็หมูเองว่านถ้าเด็กคิดยังเจเราพุ่นจะทอมอยจำไม่หล่อพุ่นจะทอมอยก็ละสามสรุปอันนี้จะบ่要กินนะอยากจะ清氣แล้วกันดำ清氣咩清氣แล้ว就ละสาม咩ก็就清氣แล้วละสาม是這裡性格化就是想安尼你別去要過一半時講那是安尼你有當時situation想講啊唔是物件，特別是成日講 environment， 成日講啊，environment 同人玩就講我未好叫，啊，環境啊 ，very good，因為環境安尼，就是環境安尼，咱都看到都起行啊，哎呀，故事安尼，啊，這 situation 嘅時你要想下面，伊講啊，想無永遠，and then 特間就係講今日我。就冇就即幫我真攞月日我嚟頭眼，你係咪想？即月日 especially 眼，我聽講即個暗生卡西，暗生卡西，死啊啦！細路我八年，七定說話我半八年，七定借聲暗我半八年，特你會叫坎坷，所以在即個物件即叫做環境啊，環境哎呀，今日即個是8月9月時，特月卡嚟頭眼，未有見啦，所以咱 adjust。takkan aneh, takkan kita dam aneh, cepat si kui, takkan kita dam kui me, cepat si am, so ikut lu kuan aneh, ucai, cepat si an lu na an kai, leng kai, ni tapi orang akai, an lu kau kuan tapi si tua tim, tapi cuaca ho galang besar, kau ngah. Sorry ah, Suwano ah, wai ketina wa sampai kalau tunji hun tapi bela wa kalau tak kau tu lah, kau tu lah, ane am. Suwano kau bisa mana bisa bu, tak kali am lu kau ane saya yes ketina ne, wa kusi co saya kelang si ketina ego ya, wa tu pasui go go jing ah,
你虾米事啊？安尼坐暗啊！我大过讲过上暗真了坐，拢总就叫，安尼这是叫讲，你特别关了呢。但无永远，and look at them 啊，有时快乐，有时苦，有时累济，有时累少，有才去谈，有当时了，咱要关了呢。第二项伊讲啊，要改这性地头一项，伊讲关这自闭，咱来性地去。咱第二项伊讲安怎挂这个性地，你摕来想，一个人若是去性地啊。伊若是无性地的人啊，伊是真正好的人啊。像啊，咱的大部人去性地，你看伊无去性地是 gentleman， 伊买物件，伊大概讲darling，这个好咯，这个好啊 baby， 好啊son，真正好。你想安尼都不要紧。讲日去性地，若是讲一个大部人伊去性地，伊想啊，一早来我是无乱做的人。今日我去圣地，我想一个人啊，青衫水水，抹香水水水，头毛洗水水，特别大啲阿毛棍，前进一个死猪啊，是死鸟啊，是死狗，掉啲阿毛棍。所以这边是 simile of a well-dressed person with a carcass slung around the head。所以不但讲想一。你若是伫去了圣地上个，你伫一个清气的人去钓着了阿毛棍，一个死鸟啊是死狗呢，有得无得？咱来出世做人，咱就要 behave 来人，咱去圣地上个贵人呢，唔是人，所以你是要请个一个虾米啊，死猪死鸟的阿毛棍上贵人呢，就叫你讲。想安尼样，了你知。安尼安尼点想你要想？到我来是去圣地啊，去知我做的物件是真正见效的物件，无惊天无惊地物件。有人去圣地啊，伊无惊天无惊地，伊圣地还未去的时，伊若是伫牙路甲伊无是，就快啦，乱作乜啥？伊个唔敢讲上大声，惊隔壁听。特别个圣地起上大拍了啊！隔壁门无拍插来，get out！ 安尼虾米算？佛教的是 no shame 了，这拍是也要 shame， 无圣地时也要知，这个是见效。咱这个大部人，咱教完伊了，今日咱来养伊上个，咱养一个臭杂毛干，比赛，咱就 respect 伊。虾米事你做呢 ？Because 你无孝，虾米事你无孝，你无圣地，你若是要去要孝的时，你又爱骂又爱唔爱学嘅别听，特别较大怕的是 let go 了，做 shame 真 shame 真正更小，较大怕的是 radio、TV、画画目镜喷出来啲糖啊！隔壁看你啊个会见笑无啊？见笑咯，真正见笑。你大啲厝，你红光大啲桌顶啊，早起摆暗摆，我想咧红光，我看咧目镜去喷呢本走出外面，你唔敢大那边啊！所以这个是第二项讲见笑无，真正见笑无，你做安尼哦。那我就当人讲你真正好个人，见你起性地安尼哦，所以伊叫你想安尼看。第三项 ，ignore those thoughts by diverting attention to the other thoughts。有当时真正来咯，你唔爱去想嗰个物件，伊渐渐做你去生地，你就买想，伊就渐渐爱浮起来。这个就是讲stubborn thoughts，真正硬嘅，你唔爱去想，伊渐渐浮起想，唔得假。假如若是安尼，有影渐渐要浮起来啊，你就要用虾米啊？想别项。咱咧看到咧人哦，买去想咧人，你看到咩？想这边伊有讲5项，叫做观。头一项讲观佛家要回想，人家讲佛有讲要回想 ，because 若是讲你出家人了，若是一个土位，也多签路，也久啊久咧卡。
你本未使去圣地，你就要训练你音乐嘅三拜，你唔通去圣地。你若是去圣地，你唔是对外家事。啊，这个伊讲我会想听，了你人若是会对较好，我人若是讲人做，我人就爱大点点。第二项你起来想，这本是不大讲，忙，伊讲美国啥？人若是走路去圣地啊，有了七项，你万寿人真正欢喜。因为虾米事啊？有了万寿人有当时马路、内路，伊是爱路去圣地。到你就去圣地啊，伊看到你面上个贵啊呢，伊欢喜。你若是去，你骂伊了，伊个弯弯。点点伊无爽，都来去圣地，看啦，我做甲伊，你看伊袂食袂困，啊，伊爽。所以讲啊，七项物件，万寿人真正输甲看，伊输甲看咩啊？我要做好伊个三拜，真正恰事。第二项，伊若是啊，袂困啊，爬来爬去，因为虾米说伊圣地袂落。有咧 enemy 有咧万寿人，打人你，喺未困，喺夹咩安尼好靠好。两项，第三项啊 ，Let him have no good fortune。人渐去圣地，要安怎去贪累？未贪累，有生意有机会贪累，伊本未会做一买。去圣地时，伊享受，慢哪有讲要起来去找累？这第三项。第四项讲啊 ，Let him not be wealthy。到一个去圣地，那是一种生意人，因为去圣地，伊客卡走不了，伊咧人做伊去圣地讲，大单 very good，唔使开卡，但是冇帮人种地好。所以这个是第四项，第五项 ，Let him not be famous。咧万寿人做伊去圣地啊，渐希望讲，我达人这名，伊冇帮人输甲伊。这个就是安尼，人就去圣地，达人无爱话伊，这是第五项。第六项讲 ，Let him have no friends。嗰一个人渐去圣地，交到朋友，有啦，伊朋友本是安尼人讲阿莫话 ，birds of the same feather flock together。伊个朋友本是搭着尾是起来了，要拍要加了的，所以伊本是安尼，做正朋友无伴的。第七项，达人爱讲一万寿人，系死了落地狱，所以渐去圣地啊，这里一万寿人欢喜啊，都安尼渐去圣地啊，你就去圣地，你所做啊，你所讲啊，甲了是读了，甲了你死了，互你去地狱，互你去大地狱，久啊，唔通起来就是诶。这个就是伊不大讲。第二号款的想，第三号款的想，你会使做安怎？这个万寿人因为伊去圣地伊黑暗了 ，and then 伊这里黑暗了啊，伊所做的物件是恶的物件。了伊若是做路去，伊去圣地，伊赖马路，了路过来去圣地，不得讲你想好好看。伊伫去圣地，伊乱做。你要路过去圣地，你要乱做，安怎你是万寿人？你要对伊要落地狱，你唔要对落地狱咩？安尼千间呢一句啊！伊啲落地狱，你要去天顶，我唔去，我甲伊哦。所以伊若是去行，可以去勒可以咩？你大渐，你闪开伊。你若是过去圣地，就是讲啊。你是正 follow him 对伊去，人真正亲，恶是恶，特别要去出事地狱。嗰一项伊个讲，伊直头伊讲吼一个伊会出家人听，什么？你今日来出家，你掂起角来无来惊，伊人真正教路真正对待路真正好。安尼好的物件，你掂起甲，嗰啲臭物件圣地，你未掂起甲咩？像个有的人啊，
人迄角三把汤的物件，伊自家来捡起来，伊家己的捡到上济，伊定要甲伊家己的，这就是讲安尼款。搁一号伊个讲啊，你上好好大啲佛经的再来，especially 这个论藏经，写真正明。伊讲一个人若是去圣地，四号款的行对伊条条，头一号款的行，伊感觉我有讲了，伊未晓见效。第二项，伊无惊天无惊地。你看有个人来去圣地甲爸母的时候，伊所做的物件，有个人讲：哎哟，你妈，你敢安尼讲啊？你敢安尼做啊？伊就无惊天无惊地了啊！这第二项，第三项 ，restless， 行未坐未困未车未食未困，这是叫 restless。第四项，伊唔mind confuse 乱，虾米是对，虾米唔对，佢叫的时，你唔通去问伊虾米物件，伊若是答应你个了是拢种乱个了诶。And then 伊落来伊讲，一个人若是比啲大气嘅圣地，上甲一只喷气枪，人去拿了 provoke snake， 或者抓人拿了去了，你看伊阿毛棍定啊，是要剁落去呢，安尼啦，啲听太尖声啦。呢个是呢savage声，会使讲真正大牛客。第二项讲，你来睇来想看。一个人若是去大圣地，像啲黑暗嘅圣地安那，伊会批评伊上个臭水嘅一摊灰嘅肉啊，昨暝啊做一暝放嘅肉，臭甲嗰个人讲离光波烧恁啊，嗰唔是离光波烧恁啊，离光波烧恁就咧臭水嘅肉。个系毒药落去啊！你虾米做啊？人若是去圣地，下手是要拍了伊个无甘愿啊！伊个要想办法要拍，伊互伊假死甲伊搞乖乖，伊想来做，伊真正恶毒，所以想个掺毒，药本就炒了，个掺毒药落去啊！所以真正really讲未挖咗只，当咗本无用啊。第三讲，伊上甲一个巴伫倒火，你人捌看火烧巴，你人捌看，若是学识了烧巴，一礼拜两礼拜，伊火直倒，这厝大啲响边啊，足走啊，无走死啊！水日水暝，他那是讲天晓他那是啲落雨天，早几十年前嘅时候，无虾米人种做，这山有当时伫做冬是12月，大不管是叫山落去就火烧，火烧有当时落暝落日，虾米受水用烧无水通转，佢哋刚甲了大。咱再长，无水打死，你看只 forest fire， 有响边有厝囝大响边就搬走，无走正就烧死。所以一个人若是去圣地啊，伊上个阿莫话讲 forest fire， 大地响边是无稳，水暝水日。所以这边有个人去圣地，小看物件，红某去牙路去圣地。水暝水日，红某无讲话，无要紧啊！毋是水暝水日啊，有时水礼拜，有咧毋是水礼拜，有咧水月日。小块物件，囡仔跋倒呢，红某无讲话3月日，有跋倒无即个物件。你虾米事？一个你派圣地，一个你大约，虾米事我就叫伊做头先，伊就叫我头先，虾米事我就叫伊头先，伊做唔着。虾米事，即个虾米事，你人虾米事牙路甲人讲，想起来啊，像个囡仔，搞手莫甲路好，像大人有当时像个囡仔安尼。第四项你要想啊，一个人去圣地啊，伊
伊手上夹带，哎呀，我机会我要办甲伊签签，伊要想报仇，要做甲人签签。所以这个就是讲 ，like an enemy getting a chance to revenge， 我有机会要来报仇了。安尼款的人是真正多。了有过一下，第五个伊讲啊，人若是渐渐的起升着，起咗上只上啊，上下就火山爆炸。这火山爆炸的时啊，人就走啊。嗰啲夾壁厝邊啊，那就是夾部錢啦。我嚟講，阿姐唔通教咯啦，你冇走死啊！你係參數不如本所掉啊！你火山啲爆炸嘅時啊，一把刀啲架樓落嚟，你要去救人啊，把刀本跌落死啊！所以真正濟人啊，目睭無金去鬥下手，本互人摕嚟，唔使做點心啊，唔是點心嚟。所以這個是 volcano， it destroy。道路嘅人本少 ，and 伊是一個 source 原因，互咱靠大啲即時 ，and 大啲後幾那時 ，and 最假時咧升地地嘅嗰度假時，愈做升地伊愈多，愈做去升地伊愈多，所以這個就是講啊，大啲升大啲地嘅燒在靠了升地較無了較好了，撲伊來出事做人，甲你嘅關係心有。過來出事，依個嘢故事嘅關係先，個要舞起來，個要來去陣殺手產生嘅。細細漢啊，你解買物件，伊殺手啦，你解洗飯碗，10隻飯碗拿3地破，伊去殺手了，無法了。所以第7項講，阿拜阿伯700%運氣落這個考嘅所在啦。所以這個就是講3項你按照關你身體，你摕來安尼想，個第4項按照要刮你身體，摕來想，啥物事我漸漸起身體，哦，嗰個人啦，伊講話真牛氣，我袂嚇伊啊，逐回我看到伊我會要舞起來，到你若是知安尼啊，原因是嗰個人做你嘅身體漸漸起，閃開嗰個人。世間裏面濟人，你咪去插伊 ，avoid the source。And then 有時講啊，是我大埔人咧，我袂使 avoid 伊啊，我 avoid 伊說我搬走去大埔要，安尼唔通。所以我無叫人講啊，咁你大埔人去聖地，你包半歸走啦，袂使。即個咱就要出來想，想啥物啊？佛有教，你人會叫我逐個去教會巴沙那想嘅事。過了嘅事唔通提起來想，將來嘅事唔通提起來想。當今這邊冇得講注意，當今這邊一對來我這邊愛食飯無？逐個你叫大領，特別你通來聖地買個有啊？愛食飯無？唔使講大領啦，講未出我知，聖地買個有講未出，聖地冇了大領ơi，安怎見人話對啊？因為我要幾粒有啊，你講未出來，大領ơi，你話對，咩咯？就人哋唔會講安怎咱話對喎，來食飯無？你看好好啊，有咧有淡薄聖地，有嘅聖地你學招粉有嘅，愛食飯無？一本對來食啦。哦。你人成個無聖地，你人看我這是學招粉嘅聖地，咁你學招粉嘅無啊 ？I'm sorry this morning 啊，早叫我做唔到啊，你睇下再做唔到，係咪先？我講你睇下做唔到 ，OK 啦，實在啦，了冇了，你睇下只仔你做唔到，個好聖地，所以人家己安怎看，你人想看。過了事唔通提起來想，將來嘅事唔通提起來想。當今這邊一對來，愛食飯無？哎，對，他正食了，無了。學招粉也不賣，這個啦就是假類聖地。第5項，有個人個真係厲害啦，安尼個未假5項、3項、4項。是我攞教咯啊！這個唔是我攞教佛教咯，別用啦！我聖地交入嚟落去啊！別就是別啊！
ที่เป็นพุทธกอง last chance 最后未到，你就要安怎做？假的司机用咧吉他去顶面 on the ballot， the minute that 就安怎讲 ？If all this fail with a clenched fist， 假起嚟司機 and thumb press against the ballot， 吉他去顶面。这才去升级啊！影唱机啦，点机就升级，咗你升级你计数啊，攞乱你水娘了，那就走诶，那就走。这个唔是我讲，这好惊嘅仔啊！你人就是要听，你来那是为 original 我听，你人去 photo state 这里来听嘛。所以这边我讲你听，你看，伊啲受这菩萨行嘅事，安怎受苦？有一过伊来出世做一个太子，伊阿爸名金卡拉布 of Benares，伊and then 这个过了啊，咁样子嘅，所以这个冇一个，这金卡拉布是一个王。了，即咱嘅菩萨，伊去出世一个好嘅人，未来伊出家了去印度大山修行了伊攞来讨食，尼大啲大山无够盐，所以讨来，伊拄着一个叫做王嘅将军咧，王嘅将军讲来，我带你去大王嘅一个 garden 花园，你去大迄边了，大日我来盐件好你食。and then 这个格拉布王，伊真正歹嘅人，伊安怎做？一日呢，伊去啲花园大啉酒 ，and then 你在嘅这个王啊，跟随嘅人查某甲了真正济拢总围 ，and then 伊渐渐啉，渐渐食，渐渐啉到食大啲花园，到尾来伊醉了，伊困了只查某有去佚佗阴间，有虾米讲？王困了，我人去行，所以人放只 instrument 只音乐安尼行，了就去行。看到这个圣人到底张开，即看到这张开，这圣人是咱的菩萨。看到呢，这查某看到哇是，你讲满地，但这个咱的菩萨就讲这个经啥么？吞论饮足的经，教人讲到人做人，上帝好。你人训练这吞论，安尼啲讲经，渐无渐了昂请起来，就请起来的时呢，讲这查某嗰度去倒咯，讲去听经有一个圣人到底张卡，所以即安伊安怎行去来讲，你来做咩？我是正来修行，你教是啥物教是？你教啥物经？我教饮足吞论。什么是叫做饮足吞论？伊食酒醉了，伊是乱来了。饮足吞论就是讲啊，人安怎做啊，我未使去圣地，安尼啊，好来，所以安怎做？这人看到这王安尼来啊，这查某有诶较猛诶，查某啥甲伊较有啥讲较亲诶人就王咧王，你都好啊，所以人提起王。提起来伊这个武剑，这武剑无人伊拍伊手，叫我枕头的人来讲，这个圣人伊训练吞论，我要看伊吞论安怎样，读因手迄个读，这读了安怎样？王喂，吞论唔是大啲手的位，吞论大啲心，咱王讲读一卡。毛基卡度迄格了，都有那是，王喂，这吞论啊，唔是啲卡，唔是啲手，人叫挂喺鼻腔，挂喺耳啊。第二个，安怎啊？王喂，无圣地，安尼这个鼻腔，这个耳啊，了无饮足是大啲心的，安尼王杀一路用卡。打啲嘅，安尼鼻腔拢总出血意思，只狗甲外面嘅呀，伊行出花园，死了就行出花园啊！你花园你涂骹鼻，挖，一个
上久无去。按这边啊，伊就好直接，那这个咧王嘅将军就是也在菩萨来洗包好事啊，包好事啦，好直接出山。王嘅上久本无啊，无通出山，圣人嘅啊，人做甲真正流出来。这个就是咱嘅菩萨，你看安尼去做，一点嘅受持本无。按伊要死嘅时讲，好，我这个好这个王当会受，因为无了安尼款嘅人，我唔知讲我嘅这个人肉吞入完全无。按这个是一条经，过一条经本是伊本是安尼来去出世，出世做太子，按这出世做太子嘅点声。伊本是伊阿爸是王，安伊阿爸是虾米啊？咱的德瓦达达，但嘛咧王不是德瓦达达，元首人逐个爱来赌，所以唔使去结冤来结冤，逐个爱来做咱的爹甲囝元首自己敢要来吹书，所以这边你看，伊这个德瓦达达来做阿爸，and then你看伊会歹虾米啊？伊来去达咯，达人就要起来行礼甲伊，and伊骂。即个咱的菩萨来出世，7月日的囝，把你长下咧换衫，换甲水穿好时了，在穿好时了的时，王行过，只王行过了，你知只阿妈就把你长下甲囝，只甲囝去讲话，像有的人讲达志国的人家呢啦，哈咪啦，所以这个马本就甲囝讲安姑，这囡仔7月日安尼去讲话个。伊会达波人过，了迄王鸟想讲，哎呀，囝伫坐伫篱笆，了慢仔想讲，佮起来，佮放咧囝，佮起来唔通啊！讲，佮是伊囝，按这个囝佮是太子来，所以就安怎做，查某要骂，袂要紧啊，再坐落去，再坐落去也无举手起来，伊就安怎做就看，哎哟，喂，你看。这个某今日无礼貌到我，因为虾米事？因为伊生着一个大宝囝，起大业了。看到这个囡仔安尼细汉的呢，伊就安尼好大了。把这个囡仔来大汉，我这个王娘真正惨了。所以伊就看着安尼呢，伊某无行咧呢，伊行去王中，就行去王中安怎做？伊叫伊斩头的人来了。去替我囝来，命人啊巴啦，也来伫这边。按这个人啊来要来摕囝的时，伊马知了，我大部人起哄，按你知马就揽紧佢个囝压起来，就好了。我大部人的身体真正歹，惨伊他那叫一个斩头的人来，咱抢这个囝安怎做？马唔敢好，唔敢好，这个斩头人怎做？摕手拔了王鸟，咱来想话，这个王鸟无人会使起手，特别拔落去说王鸟，这王鸟一开手，伊张起了囝，张起了囝来压去王。啊，王讲吹一只棒来，迄只棒王的面前嘞，咱马走来啦。王喂王啊，我叫7月日娘娘唔知半项啊，这条路唔对，路来啦，来做啊。伊伫这边啊，甲你无拍插了，and then 伊叫你斩头人，剁这个囡仔的手，咱这个马揽起个囡仔，剁人唔通剁，这个囡仔无半项，伊都唔知半项，伊都无虾米啊，做虾米唔对啊，若是唔对是我来剁我的手，阿妈伸手好剁，买，咱咧。站的唔敢做，往上咧斩头人，我叫你剁咧手你剁，扑落去手剁，上来普京嘅再来讲，来人武术啥啲剁咧滴孙呢，出落去手去，你看阿妈安怎做，摕到咧落去手，下啲咧篱笆咧王鸟嘅衫血嘅咯，好了就安怎做，好人讲啊，我惊虾米唔对啦，刀人啦写无罪。你做物件，你做大狼啊！有个人先呢，伊爱食定，伊无爱食软。你做叫大狼，伊就讲 ，Now off with your legs，落去卡要剁。
อันนั้นเนี่ยมาก็หอตลองลาชิวโบแล้วก็บอกเอาจินทนาคำไม่บอกฮามิสูตลองลาฮามิมเจ้ากันเสียงเลยจำเท่าหลังตอกโลกีนอกีขาตอกโลกีจะตอกโลกีมาก็พูดไม่น้อยขาแห่จิลีบาจิตเฮาอ๋องเลยอ๋องทางว่าจิเลกี้ชิวโบขาโบว่าโจจิเลจับว่ากำมันโจจับกันเลยโจกูโจแบบไปชี้ไว้เนี่ยโบคาโบชิวว่าไปกำวันว่าไป来ชุดแกองเงาไปไม่โจไป来ที่โจจับกันไป来ชี้เนี่ยเราลังขวาอามาไอซิม and then อันนี้ก็ขวาแล้วองเงาก็ที่โทแล้วอันจะโจกองตอลองอันนี้ปังจิลิกย่างขี้唔当ทางไหนกองจามไม่เท้าจะจามไม่เท้าเนี่ยที่ที่เป็นน่ะองเหยาเฮากับวังซีเฮาแล้วมันเลยกูทัดดิงโตจับหลังซีจังกองหุเกใจอะไรกองสังหุลิติกที่อัดกับปุ๊บเดือดตองแล้วซีเจ้าแก่เป็นซีอันอาปาเจที่องเตียนทอขาให้มันปิดอันกากี想讲头壳先行落来扑落去，本是上古无，and then 出山马个惊，and 伊要对开的尖声，一个囡仔要对开的尖声，伊吐下面，这个四行我袂使起行，大啲我目前我阿爸，啲叫人读我，对伊我无爱起行，我吐可以食当回事。第二行对这个人通下去读我的，可以我写伊无罪，唔是伊的事，and可以食当回事。对我目的安尼讲，可以平安，可以做下面成功，and 对我就要教我的心，唔通一点会起行。啊，这边我就讲就是，你人若是够会做安尼，你人敢下这个愿，后过我要成佛。我真正强起来，我唔敢。这里我看我未做安尼样物件。啊，人来一行，伊个唔是互你做一下死啊，伊甲你骹手头伸了，骹头伸了，踢停再来靠。人干嘛迄个是一行，所以到这边位置暂时了，所以咱来回向。伊人命也只能好度。Sukitahon tunya tayo idang menya tinang hotu Sukitahon tunya tayo idang menya tinang hotu Sukitahon tunya tayo ita wakta saam hehi sambatang punya sampadang Sabe dewa, sabe satta, sabe buddha, anumodanto, sabe sampati siddhiya, sadu, nang bố xe đó, bố vui là, kêu lên có sự bị kỳ đó, anh cho ít chút xíu chui à, sadu, ở mẹ, sadu. Once more, let's try, try, 1, 2, 3. Bhavatu sabba mangalam rakantu sabba devata sabba buddhanu bhavena sada soti bhavantu te Bhavatu sabba mangalam rakantu sabba devata sabba dhammanu bhavena sada soti bhavantu te Bhavatu sabba mangalam rakantu sabba devata sabba sankhanu bhavena sada soti bhavantu te 听起龙中平安